300马力的大拖拉机啊，我们住在里面啊，它这个牵引动力非常强。人家看这一系列的这个仪表设备啊，这个是播种机的，可以监控播种机，只要有一行它这个没下整，它就有警报。然后这个是导航，北斗导航定位的，就是完全不用人工操作啊。你看咱这位师傅坐在这儿，只要是看着这些表这些设备就可以了啊，方向盘自己在转。然后呢，这是行车电脑啊，这2块都是行车电脑啊。人看这车里是冷暖风的空调，再加上这个音响，啥设备都有啊。我们再往前看，跑的特别直啊，也可以看到两边已经种完的特别直。看前面这么宽，一次就种完了啊，12行的啊。我们再看看后边的这个播种机也是非常先进的，12行的播种机。目前在辽宁省一共就这么2台啊，这是其中的1台，一天可以种500亩啊，然后呢20多天，因为春天播种就20多天，能种1万多亩地。